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的南马坑，也无风也无雨，结果有一丛大约2层楼啊悬的菩提树，这个树枝离尾断去，当场甲5台轿车共地害，加在当时无人行过树仔骹。这只可能上严重，这玻璃破坏。好好插伫咧停车格，车煞变干呢，目睭领断去，一台闸风玻璃吹起，另外一台更较严重。我这嘛对啊，对哦，咁毛鱼两台车的安尼，就是去路边一丛大树地掉的。昨下晡3点外，伫咧高雄南子区陆军路和嘉丰路口，绿东公园边的停车场，一辆超2层楼悬的路树，向断去，插伫咧下面的车，拢去撼到。我平常都停。还好今天没有停在那几个哈。对啊，我刚好停在对面那边了。大好换别个所在插，这位车主救着家己心爱车，啊那附近的民众拢捡这丛树仔倒落去，惊一条。啊，在遮无人，这人拄啊撞着，遮拢有迄个呢，这嘛无遮着，有人咧行呢。不过当时无风无雨，这丛大菩提树旋转倒落来。远景与养工处人员初步检视，现场是因为树枝较重，造成与主干分离而断裂掉落。主管单位永工处接到报案来到现场处理，啊海汽车车主迈向主管单位求偿，今日因为无定期在维护，才互路树倒去，永工处迈继续调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